蒸蒸熱，越炒越烈。金秀賢4月嚟香港。哎呀，你病啊？放心，杜面尊師而家咁紅，正所謂得閒死都唔得人病啦。尋日有報道話，屬裴勇俊旗下公司藝人嘅佢，被當作醫療前書用到盡。唉，佢自細個心都有事咁啊，中學嗰陣仲做過一次心臟手術添，而家體力透支，分分鐘病發噶。醫生勸佢咪再操勞啊！陰公啦，佢嚟緊仲要展開亞洲宣傳之旅噶噃，泰國站仲有625個位，今日會開賣噶啦。唔少 fans 話早3日去排隊為見佢一面咋。唔止啊，身為 CK 牛仔褲韓國代言人嘅佢，呢個品牌已經準備4月頭安排佢嚟香港出活動添。聽聞此行酬金大概有195萬嘅。另外海馬集團老闆娘都中咗星星毒噃，打算不惜工本請2個主角嚟幫手宣傳添。好好睇啊！我梗係想大團圓結局啦，同埋佢哋喺大陸真係好犀利啊嘛。其實都暫時都未 confirm 啊，因為都好初步。如果成事嘅話，香港 fans 就唔使4圍撲半星啦。